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無底食界。咁我哋領取咗第一關第一章嘅通關獎勵先，跟住睇下啲福利啦，每日簽到。咁我哋淨係可以領取普通版嘅啫，高級版同埋豪華版都需要睇廣告先可以領取，需要看廣告才可以領取哦。我們先來領取通關獎勵，繼續看一下福利，還有這個掛機獎勵、掛機獎勵。咁要23分鐘先至可以產出寶箱，需要23分鐘才可以產出寶箱。咁我哋睇下商店啦，商店呢度有啲免費嘅鑽石可以領取，睇廣告可以再領取，一共有5次。同埋呢度可以開寶箱，有普通寶箱同埋高級寶箱。高級寶箱要200粒鑽石先可以開睇。咁仲有啲免費嘅金幣。咁我哋嚟升級下啲武器先啦。甜圈。咁我哋繼續嚟打第2章，做個簡單嘅玩法分享。加攻擊力，開戰啦！同埋可以揀技能，棒棒糖。間支氣泡槍嘅傷害加100%。繼續揀氣泡槍嘅體積啦。